在台北，一讲到客家小吃，像是吹薄啦、韩半盐啦、半盅等等，会是哪一家最好吃呢？内行的老饕们一定会告诉你，罗妈妈做的客家小吃亲后生。在以前，罗妈妈一大早做好客家小吃之后呢，罗爸爸和他的儿子就会帮着罗妈妈载着一箱箱的点心和小吃到固定的地方去卖。才一拿出点心和小吃摆开摊子而已，老顾客们早已等候在那里，等着买小吃来解馋了。罗爸爸和罗妈妈经常在固定的地方摆摊子，像是国父纪念馆啦、故宫博物馆、象山登山步道等等，都可能在一早就可以看到罗爸爸和罗妈妈的踪影。其实一直到今天，罗妈妈的客家小吃都还没有正式的店面，但是罗妈妈的生意却从来不输给其他的客家美食店。现在的罗妈妈偶尔还会在假日卖些小点心给来登山的游客们吃，因为这些登山客都早已经从顾客变成罗爸爸和罗妈妈的好朋友了。保有客家女子传统个性的罗妈妈，闲的时候都会和罗爸爸一起在自家的菜园里浇水、施肥，又或者是两人一起准备隔日要卖的点心和小吃的材料。但是你知道吗？当年跟着罗爸爸一起来台北打拼做水泥工的时候，是怎么转变成做起客家小吃的呢？哇，引导啦，出来发展啦，先发五个，按从来特别大表东西特别是现在结砖啦，结砖对啦，结砖啦，嗰种时间嘛做小工时候啊哈。可能因个强人因啦，主动摸水啦，迄个是想出来做小工做想啊，自家来做台工试试看啦。可能样板因自家来做，结果我一下做到是真好啦，因真安乐啦，嘿啦。后来报名时只，那是想做工做像演技好睇咧，好倒水咧，还是拿来摸买条路好像。家咁咧卖食的人啦，家咁咧做水包、做包、做该做的人卖啦，系啦，佢做因为佢做生意也真好啦，生意真好，现在就真当然大家真会上下市场啦，大家会成为了人来帮忙，来人来卖啦。想不到就这么转个念头改做客家小吃，结果他们今天的名气已经是下港有名声。台北上出名，即使在这么不景气的今天，他们的订单还是接得全家都得熬夜赶通宵啊！相对最多哈，一家哈做1000斤的麻糬，1000斤，还相对500、300、200，600人嘛，600人你就50斤，生啊来先叫哈，唔做嘞，帮忙，帮忙攞啦。熬炸唔会这样的，熬炸时间哈，做天光呢，其中哈，爱溜去水半点钟，越好越技术。其实要做好客家小吃并不容易，他们这么好的拿手绝活有传承下来吗？让爱做咧做嘢哈，爱生意就好，爱练技术哈，传下去啦。练哈。我啲外脚土嘅吼，台肉土嘅心口还袂做，胃上嘅夹住，因为接唔到，因为接我接唔到啦。来到处来心口抢唔会啦。来到处展示哈，项目就提前名，卖最多了。原来他的媳妇和儿子都会做这些客家小吃，而永不退休的罗爸爸和罗妈妈呢？每天的工作除了沉浸在订单上客家小吃的制作之外，闲暇之余，老来俏的罗爸爸偶尔也会流露出客家人爱唱歌的天性，唱一首自己作词的歌曲给罗妈妈听，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感到罗爸爸真是非常的浪漫啊。而罗爸爸和罗妈妈胼手抵足，夫唱妇随，共同打拼生活的深情，真是令人羡煞。